今年啱啱1年班，咁佢其實都係適應嘅階段啦。書寫嗰方面比較多咗嘅時候，佢係冇耐性，一份功課真係要搞好耐先可以完成得到。咁你有冇咩對策呢？嚟緊我都會揾尋寶去幫忙，係起碼打好個底先咯。妹妹就因為啱啱今年1年班啦，幼稚園同小學嗰個變化，對於佢嚟講，其實而家都係適應階段中啦。因為佢係過度活躍啦，專注力不足，加上佢係有輕微嘅讀寫障礙，對於學習嗰個理解能力啊，其實佢係比同齡嘅小朋友係慢啲嘅。家長呢方面係比較吃力嘅，咁所以嚟緊我都會揾尋寶都幫下妹妹嘅。因為我哋尋寶其實都可以俾家長可能揾一啲有 SEN 經驗嘅老師啦。咁你個人上仲有冇啲咩對策呢？對於有 sense 嘅小朋友係需要特別多嘅照顧同埋耐性咯。咁有冇聽過其他家長都揾私補啦？咁佢哋嘅情況係點嘅呢？課堂上面佢哋都完成唔晒，我哋家長有時揾私補都係想處理到即日嘅功課。個老師同小朋友之間嗰個互相信任度唔高嘅時候，咁佢哋完成唔到。私補你又要使一筆錢啦，咁1對1，咁但係佢哋翻到嚟見到又唔係自己真係想要嘅結果，